你刚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不住感谢，不停赞美。你讲遐咱后壁有珠宝，你当看话是，对，不住感谢，不停赞美，是一个活泼的、愉快乐的心。的一首诗歌，你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赞美主。主你也是何等宝贵，主你慈爱是何等甘甜，我愿尝尝这种滋味，也知道你善美。这世界充满许多谎言，就足吸引我的视线，单单爱慕你的一切，专注你的里面。耶稣，哦耶稣，耶稣，你是何等宝贵。哦耶稣，耶稣，我也不住感谢。不停赞美，再一次哦。主你恩典是何等宝贵，主你慈爱是何等甘甜，我愿尝尝这种滋味，也知道你善美。这世界充满许多谎言，就足吸引我的视线，单单爱慕你的一切，专注你的里面。哦耶稣，耶稣，你是何等宝贵。哦耶稣，耶稣，我也不住感谢。不停赞美哦耶稣。哦耶稣，耶稣，你是何等宝贵。哦耶稣，耶稣，我也不住感谢。不停赞美。感谢上帝，让我们带着平安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一同来祷告。为了上帝，在你的恩典里，我们的生命看似渺小，看似微不足道，看似要经历这世界上很多的未知和挑战，好像带给我们很多的困难跟折磨。但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你的大能跟你的恩典里面在生活的。这个大能跟恩典，或许我们还不是很明白，还不是很清晰，但知道出于你的信实，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也谢谢，我们带着感谢的心，带着珍惜的心，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把我们放在你的手中。我们也珍惜你赏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无论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敬拜，主都里面都有充满你的奇妙跟你的智慧。求你的圣灵也与我们的心同在，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的能力、你的保守。愿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敬拜，都是与主同行，都是主你所喜悦的。只是我们要用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祈祷文，我们要一起同声开口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6章第14到第31节。
我来念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翻圣经来看。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嘲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因为人以为尊贵的，是上帝看为可憎恶。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上帝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要容易。凡休妻律娶，就是犯奸淫；娶被丈夫休了的妇人，也是犯奸淫。有一位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逃犯的，名叫拉撒路，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着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受痛。除此之外，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我主亚伯拉罕，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悔改。”亚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信。”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亲近神的话语。在亲近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祷告。上帝，谢谢你，你的话语是奇妙的，但是你的奇妙却愿意向我们来分享。也愿你的智慧、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的心来明白这一切，好叫我们也有能力回应你的恩典和你的话语。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你与我们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14节，他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所以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笑耶稣，就嘲笑耶稣。其实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延续上一次在谈那个义人管家的经文。大概上礼拜如果大家有参与礼拜的话，大概可以被提醒到说，这个不义的管家，耶稣在透过这个的教导是带到了人对金钱对财富的态度。那在这当中，其实耶稣也点出了说，其实人所看重的对象是谁是什么，那人就必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但路加在今天的经文，他直接说，法利赛人是什么？贪爱钱财，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所以今天在这里会看到他们的回应就是什么？如果上个礼拜的经文是在讲到说，耶稣在讲说，我们人看到什么，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你会看对于你所看重的，你会很重视对待。但是法利赛人今天的回应是什么？他们会嘲笑耶稣的这番教导。所以14节
他说他们听见的这一切话，这一切话就是上礼拜在说的那一切话。那耶稣反而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法利赛人仗着哇，他自己是义人。其实如果人真的是义人的话，那坦白说，还真的是让人不可指责，对吧？如果真的是他是一个义人，好像是个诚实人，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就是个诚实人，他如果真的是个诚实人，你还真的还不能说他是。不过在这里，我们的经文要多看几遍。耶稣在说的是什么？他说，在人面前，这些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这个义人在耶稣的眼中是什么？就是都是你们说了算，是你们自己说了算。但是至于神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的？我们后面就知道，其实路加写出神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你们的心如何别人不知道，但神却是什么？却是清清楚楚的。人不知道我们在打什么样的一个念头。耶稣接着他在说的这件事，就是说，法利赛人你们所看重的，你们所尊贵的，就是在指上一段经文是延伸到这边，在所说的那个钱财，你们所看重的那个价值，在上帝的眼中是看为可憎恶。这边要有一个提醒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说他不喜欢钱财，或者是要人都不要怎么样，都不要去努力为钱财努力。我想上礼拜陈牧师在讲道当中，他有讲到说，不义的钱财，他所对照的不是公义的钱财，不是干净的钱跟肮脏的钱的概念，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是用不义的钱财去对照真实的财物，是眼光价值，是这个层面的一个对比。所以耶稣在挑战人看待钱财的眼光。那你怎么看他，你就会怎么用他。我以前在NGO服务的时候，我会跟社工开玩笑，就是因为在信仰分享的时间之前，我会跟我们开玩笑说，他们常常都会跟我说牧师那个 NGO 的薪水啊、福利啊、支如何这般子，说你们这群人，你知道你们看钱的方式，有些人看的是，有些人看，然后他们就说那牧师你告诉我们有些人是怎么。他说有钱人看钱不是把钱当钱看，然后他们当然就会很好奇说，好吧，那牧师来说看有些人是怎么把钱，是怎么看钱，然后我们就刚好那个要核销这样，突然就有一个社工拿出一他说他们是这样看，然后把它举起来，然后那个像做那个抽烟的东西，有些人是这样看钱，所以现在这个是个玩笑话。不过确实，如果在耶稣所在他的一路的教导，我们确实是看见的。他对钱的教导，或是对世上的眼光、价值的看法，耶稣一直在建构另外一个概念。所以钱财，耶稣在挑战当时候人看待钱财的眼光。那其实钱财在当时候就是很主流。主流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这个你有钱就象征了。这可以彰显你的身份、你的地位，这是很重要的象征。但是这件事情在现代的世界，其实它还是主流。钱财人在现在的世界里还是主流。那如果钱财在我们的生命中，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如果跟世界一样还是主流的话，那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为他努力来奋斗。这个就会跟下一节的经文在讲的努力有所不一样。16节他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展开，人人努力要继续。很多学者在这一句话上认为，那个路加在讲说，约翰是旧约时代最后，因为旧约时代所代表的最后一个人。但是在路加的神学思想里，其实约翰比较像是新时代的见证人，
有些学者认为，约翰在旷野的讲道，就是神国福音展开了一个新页。新页通常是什么？就比较带来颠覆性嘛。你如果没有跟过去不一样，你怎么叫做新呢？对不对？就像疫情带来的教会很多事工的变化，或者是整个在礼拜的一些各种不同服事的角度，或是传福音的角度的理解，它整个都是改变。新业带来的感觉跟概念比较像是颠覆性。但耶稣又说，他不是来废掉律法，而是成全。所以到底神国的福音呢，是颠覆还是成全？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好像是冲突。但我用一个比较一句话的方式来讲，我个人是认为耶稣就是用颠覆来成全神国的福音。那其实这个逻辑听起来好像，你要谈颠覆也很可以论述，你要谈成全也很有根据。但用颠覆来成全，其实在我看来，理由没有太特别的不同，也没有别的，其实就是信仰在以色列当中，某一段时间开始走歪了。要用颠覆来成全，其实这两个词都可以论述。可是其实，在信仰的逻辑跟历史的改变当中，我觉得理由很简单，没有别的，就是有一段时间信仰整个走歪了，也唯有走歪是前提。后面这一句话叫做"人人努力要进去"，那这就有合理性。不然，其实一个没有歪掉的地方，其实你今天如果在 A 公司好好的，那 B 公司的条件其实也差不多，一样好。你有没有需要从 A 调换到？其实没有非的一个必要。所以我在说，如果没有走歪的话，那干嘛需要有一个颠覆的诠释或者是一个行动？那不然是没有走歪，那现在在原地，那耶稣又要 push 大家走去哪里？如果没有走歪，其实也不需要改变的调整。所以耶稣他从约翰在旷野里面在宣讲，上帝国近了，上帝国近了，一直为耶稣的生活的事工做了一个铺路。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信仰走歪，信仰歪到一个状态。很多人把人人努力要进去理解成人就是要努力进天堂。所以，但是在希伯来文，他在文字上面，他其实是比较强调在努力这个词。如果我刚刚的论述那个前提是对的话，中间信仰到中间走歪，所以意思就是现在的处境是什么？现在大家都在歪楼。假设这个前提是对的方向，那努力作为一个动词，那它付出实践的结果就是不要再歪，就是为了不要再歪。那不再歪跟没有歪，是不是就等于进天堂？不再歪，然后没有歪，是不是等于已经在神国？我个人认为没有歪是只是能够去实践上帝国价值的起头。照着这个顺序往下看，耶稣用了一个例子来指证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误解。那这个误解其实也影响了百姓生活的一种模式，以及对上帝的一个认知。所以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群体的当中，一直是在跟法利赛人对话？因为如果神的心意是为了帮助人不再歪，那他就是势必就要经历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对话的过程。对耶稣来说，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要讲出说，人的认知跟神的心意是有这么大的落差。他举了一个18节，他举了一个旧约律法当中的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情形来说，他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一条摩西律法，犹太人熟不熟悉？
很熟悉啊，因为几乎如果要繁衍亚伯拉罕的后代，你一定要结婚、娶妻生子，甚至是有没有怀孕，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人看你生。在宗教里面，你怎么被对待，怎么被看待，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摩西律法是在申命记24章1到4节。好，它的整段经文的概念就是在说，人若娶了妻，做了丈夫，发现这个妇人有不合宜的事情，不喜欢他。人结婚了，发现太太有不合宜的事，然后不喜欢他，所以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如果这个妇人被写了休书，离开夫家之后，改嫁他人，后面的这个丈夫若恨他，也写休书在他的手中，要打发他离开夫家。那前面曾经娶过他，就不能够再把他娶回来，因为这样子休他的前夫就这样的一个嫁娶是上帝所憎恶的。耶稣举这个例子，耶稣举这一个来做例子，有一部分人解释说，耶稣是在告诉大家，上帝看待婚姻的标准是什么？是更高的啊，甚至是你看到妇女就动了一念的，就是什么？就是犯奸淫啊，从外在一直到内在，耶稣都也在讲出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的样子。其实，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如果是从淫乱做出发点来思考，我认为这样的解释确实没有，这样的理解没有不同，你听起来也是蛮合理的。但我今天想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跟大家对话看看，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从摩西的律法来看，神对婚姻的双方，在婚姻里面的双方男女双方其实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常常就直接跳进去看那个犯奸淫的这件事情，就是娶啊，现在嫁啊，或再娶啊，怎么样？但是我认为，神对婚姻的双方两个人都是有要求的。刚刚在申命记的第24章里面，它的前提是这样，就是说，当人娶了一个太太，娶了一个妻子，发现他有不合宜的事情，让这个丈夫不喜欢他。意思就是说，你要休妻是要有原因的，就是要发现不合宜的事才可以休。那想请问一下，如果没有不合宜的事情，可不可以休妻？其实原则上是不行，然后就是句子就是讲，应该没有到难懂到这么困难。原则上是不行，但是无论是拉比或者是基督徒，都把婚姻的主权，甚至是解释的主权放在男性的身上。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而耶稣在用这个例子把大家都拉回来，他把大家都拉回来，他就说，不要用那么多理由，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如果你的太太不是因为不忠心，在这段关系里面，你其实用其他的理由要休掉它，想必是有其他的原因。那在那个时候的拉比分成两派，一个是比较宽容，不能说比较宽容，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其实除了犯奸淫这一个原因之外，他长得丑。或者不讨人喜悦，或是无法让你的家庭美满幸福，你都可以写休书把它休掉。那有另外一派的拉比，他们是什么？他就说不行，就是只能够是犯奸淫这件事情才能够休书，才能够把妻子休掉。那我要讲的是，耶稣在这边，我们再提一次他讲这句话的方式哦。耶稣把大家拉回来，他说不用那么多理。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你想要做休妻的这个动作，必定有原因。可是你知道耶稣怎么讲？耶稣直接点出说，这两个结果都是什么？犯奸淫。这种讲论的方式，算不算直接控诉把妻子休掉的人？可是在这个时代里面，
犹太人在纠结在什么？犹太人大家都在纠结，要用什么原因才可以休妻，用什么原因不可以休妻？大家都跑去另外一个焦点去。在婚姻的里面，人如果有不忠的因子，用律法来进行各种可能的解释，其实只是在找借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而已。对耶稣来说，其实就是很直接。那我今天不是要跳进去论述宗教伦理这一块，因为毕竟我刚刚有提一个前设，就是说犹太人的处境跟现代的处境，然后以及婚姻在现代生活跟宗教团体里面的一个逻辑的概念是不太一样。但我们在犹太人的脉络里面这件事就好。耶稣直接点出来说：你们已经解释，你们用举这个例子，你们在解释所谓的关系，人跟人关系，人跟神的关系，都已经太奸诈，都已经太奸诈。明明是很简单可以明白的事情，但是大家就是越解释越太奸诈。别人是不知道，但神一清二楚。那如果放在现代，所以我一直要把那个处境稍微拉开一下。如果放在现代，我们可以说神一点同理心都没有那家暴到底是谁？全部可以离婚，对不对？如果在不幸遭遇当中受孕，那可不可以拿掉小孩？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境下的一个讨论。所以我只是说，我要用这个角度拉回去，耶稣在讲的一个概念，他直接点出一个人性的状态。这个脑会滑脱离，我们会越来越歪。如果我们没有回到神的话语，其实在提醒关系应该是什么的话，神的价值观是什么话，其实我们只是会越解释越歪，然后好像事情越难，然后好像人生要做决定越来越不聪明，好像都做不出决定。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段经文造成了拉比有两派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我刚刚有说，有些人认为离婚可以休妻，有些人认为不喜欢妻子的任何理由都可以休妻。那我认为其中我们放在现在的做法是，如果关系是由单一方来解释来决定，那结果是歪了，就歪曲了上帝原本的意思。耶稣要点出说，如果你们认知错误，认知神的话语，认知错误就要改变，那没有改变就只能一直歪下去。那法利赛人错在哪？不错在他们自以为靠专业，他们的专业是什么？就是他们对律法的知识，他们以为靠专业，我可以这样讲上帝的话，听起来就是解释的很合理，而且这就是确定的，这就是上帝的意思。他们以为可以因此得到神的喜悦，甚至是用去维持、去活出这个律法规定的生活方式，来维持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就亚伯拉罕的子孙。但其实终究对神来说，这是行不通的，还是快修正回自己，把自己的歪楼修正。因为如果不修正，末日面对上帝的审判，就是耶稣接下来一个比喻。第19节开始，耶稣讲一个故事，他就说有一个财主，他穿着紫色袍，在戏马里，他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叫拉撒路，浑身只身穿黄，然后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下掉来的临时充饥，而且有狗来舔他的床。其实这些描述里面，这些衣着啊，这些宴乐的方式，他就是在描述说，这个财主生前是怎么样过生活。其实看起来觉得，也是真的过得不错，天天大鱼大肉，然后每天都可以吃麻辣这样子。其实，在那个时代，你要当鱼跟当鸟是要有本钱，他本钱是真的钱，是真的资源。在耶稣的这个角色对比里面，他说了另外一个状态的，就是一个讨饭的拉撒路。不要说没钱吃饭，他还身体生病，长疮，被放在门口，那就表示他被放在门口，在那个时代大概就是他的脚不是很方便，可能有瘸腿，所以他靠的是什么？他也没办法自己生活，所以他靠的是什么？靠这个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那个零碎的时候，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有钱人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是怎么洗手？他们拿面包起来擦手之后，然后呢丢到旁边，所以才会我们可以去旁边那边捡那些面包来吃。可是这个处境对拉撒路来说，其实他只能够偶尔充饥，还不是完全就是靠这个就可以吃饱。然后经文还讲到说，哦，狗还来舔他的伤口。狗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属于不洁净的物种。其实耶稣把这两个人的角色人物刻画出来，是要表达说，这两种人的人生身份跟处境，其实落差很大。然后接着呢，有一天，代表这两种不同身份的这两个人都死了。其实我在准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两种如果在现代台湾的社会，其实是不少见。虽然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生活在台北，但是我们还是里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街友介绍的朋友，其实是不少见。可是所代表的财主跟拉撒路，他们的结果却有天壤之别。那这个差别到底是在哪？其实耶稣蛮厉害的，你看他的比喻哦，他不是举一个陈金星的宋琴，不知道年轻人没有知道这个。啊，在台湾这两个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的两种不同的人。以台湾的民情来讲，就会说陈金星最好去哪里？下一个好了，下地狱好了，因为他很坏呀、他还杀了白丁那样，对，他还杀了人，然后就为了要讨钱。其实以台湾的民情来讲，看待陈金星这种人是很好辨认的，因为无恶不作的杀人犯去哪里刚好而已，去地狱刚好而已啊，在台湾的民情上面。但是如果以宗教正确来说，陈建新如果不在神那一边，那请问宋七力就会？如果这两个人都死掉，所以陈建新因为无恶不作，所以就下地狱，那所以宋七力就会上天堂，是这样吗？我之前有过一个牧师在讲天堂跟地狱，天堂跟地狱不是我个人的观念，但是我只是在讲说，他在回忆说，其实如果以人死后会去哪，这个国外的牧师他说100%都在天堂，100%都在天堂。然后他接着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场丧礼，就是说这个人死后会下地狱。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从丧礼来看每个人其实都是丧礼。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耶稣没有举一个犯罪的人来对穷人，因为社会性的犯罪，大部分都直接被认定说上帝会审判。我们先把我的这个前设，大概就是放在心里想一想，或者是大家会有其他的看法。我不是要马上做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要跟前文呼应，就不要自己歪了。没有，我是在说自己。耶稣的教导其实他有延续一个中心的思维，我们往下看。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讨饭的死了，然后财主也死了，可是他没有经文里面没有讲这个讨饭的死了之后怎么被对待，可是却有说这个财主死了之后是被埋葬，因为毕竟是有钱人，所以他的丧礼应该会办得还蛮隆重，至少还蛮隆重。其实要表示说，连这两个人死后在经历最后一个阶段，他们的际遇都其实是非常的。其实光是这两节经文，就可以讨论很多。例如，历史历代教会界对阴间很多不同的看法。
然后包含论述，然后包含一些从经文的根据，然后刺经啊什么什么各种所建构出来的阴间，以及在阴间的状态。但我在这里要稍微我们再互相提醒一下，其实犹太人对阴间的解释其实是跟现代教育是很不一样的。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是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他们连对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他们也不是家常便饭，你知道吗？死人复活这个不是一个家常便饭的事情。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他们对阴间的认识要从哪里来？隔壁邻居、旁边的邦国，不可能拿哦。他们对阴间的认识是来自于旧约。那旧约会谈到阴间，其实大概就是像在那个但以理书会去描述。其实大概就跟这个财主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很类似在火焰里啊，那个火都不会灭啊，然后那个感觉是什么？会极其痛苦。我阴间给带给人的状态是什么？是很有感觉的，而且是什么？因为有一些学者认为阴间是怎样，就是烧，然后烧到你灰飞灭尽，然后就没烧。但是其实在不管是犹太人建构出来的阴间的概念，或者是经文表达，其实那个阴间也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状态，甚至在那个永远的状态，你人还是有感觉的，你感觉到痛，你感觉到不舒服，你感觉到渴，甚至你还看得见深浅的样子，这是有一派的论述的时候。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耶稣在讲一个状态的时候，路加笔下耶稣在讲一个状态的时候，这个在阴间的财主，他还认得出拉撒路，就是他活着的时候，在他旁边在那边讨饭吃。谈阴间其实是另外一个面向，有没有很难谈？其实不容易，但是神也没有让我们完全不能够去解构出来。就像我们对复活，我们有死过没有？可是我们对复活，其实是神有留下他的线索跟根据让我们去理解。其实很多人，包括在场的你跟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去过地狱，要怎么描述它？我总不能凭信心说它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找根据。你说信耶稣者上天堂，不信者下地狱，这个太广告式，这个广告式的信仰，如果跟我喊说，这世界上没有不得救的人，只有不信的人，其实是其实是很像的这种广告式的，其实就不会差太多。这种广告式的喊话没有差太多。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是，耶稣这个比喻如果只是在谈天堂跟地狱，我要说，可能你跟我们都找不到自己要的答案，我们都找不到自己要的答案。24节到最后面，这个财主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打发拉撒路帮助我。”然后在亚伯拉罕说：“你该回想，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要讲的一个是，我们看见很清楚一个状态：生前的痛苦被逆转，生前的财主跟生前的拉撒路，他们的被逆转的关键。在于那个亚伯拉罕对这财主说：“我儿啊，你要回想，关键在回想。你享受过的苦，你接着在末后的状态是受到的。那前面拉撒路他受过的苦，他在末后的时代，他却得到他需要的安慰。”这里是在说耶稣很反对人今生的快乐。其实如果只是看表面的例子，那人人都去当堂偷懒，对吧？就是最后也是带着你走的安慰，划得来呀。前面耶稣也说大家要会计算代价。但耶稣其实不是在反对人享受今生的快乐，也不是叫大家不要当财主，去当堂偷懒跟穷人。我刚刚有说耶稣有一个中心思想，在这一个脉络里面，我要想说，我要很简单来，
我把它一个层次级。在当时候，犹太人的神观的逻辑其实是这样，他们认为进入到神国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这句话很合理。进入到神国的人就是神喜欢的人。那是第二个观念，他们认为说，那神既然有喜欢的人，他一定就会在今生给他什么财富跟健康。所以人就会怎么样？就会往那个方向去看重他，去追逐他，甚至为他什么付上代价，努力要得到他。所以他们怎么把这个观念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你在今生是又有健康又有财富又不会生病的，那接下来你一定是什么？你一定可以进到神的国度。这个是那个时候的一种解释，或者是说，其实这个理解放到现在的台湾，甚至是基督教会，有蛮多教会是这样子在解释起。而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把它变成普及化，也变成一个主流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钱，你进入神的国就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你已经拿到了门票。怎么样证明？如果不是上帝给我聪明才智跟智慧，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丰功伟业，然后又可以赚大钱，然后可以享受今生的福乐，甚至有闲暇钱我还可以分散给有需要的穷人，或者有需要的人。耶稣用的这个比喻，要传达一个信息。我刚刚前面有讲，如果信仰中间没有一个时段是歪掉的话，其实就没有需要耶稣来讲，人需要努力进去。我换另外一个逻辑来，你努力要进去哪？或许是说你应该要努力离开原来的生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强调说，反过来，我刚刚讲那个逻辑，我把它反过来。其实进入神的国人不一定是财主，不一定是有钱人。反之，神喜悦人的方式不一定是只有赐予他财富和健康。这个是耶稣要一直跟他们对话，因为从结果论来说，我们看见了财主没有一定进入神的国，去到亚伯拉罕的国中，而穷人也不一定自动的被分配到阴间等待更悲惨的后果。所以我前面才说，不歪了这件事只是信仰的起步而已。财主和穷人，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其实我们遇见神的话，都要在自己的处境当中努力去回应。而这样的一个提醒跟一个耶稣这么直白的讲出来，其实对法利赛人来讲很诧异啊！天哪，你居然说财主到了阴间，而拉撒路竟然到了死的。也简单讲，如果是出于对自己的好处来解释上帝的话语的话，我们人就很意外了。那我们就会跟法利赛人有一样的反应，我们对上帝的话就有一样的反应，就是什么是这样？而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件事情的财主，突然觉得我的天哪，我现在已经来不及逆转颓势了，我至少要让还在世上的那5位兄弟不要步入他的后尘，所以他就求亚伯拉罕叫拉撒路复活一下，可不可以回去沟通这样？所以后面的经文就在那边讲说，免得他们你让一个死人复活去他们那边做见证，他们就可以不用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结果上帝的话就我主讲的那个亚伯拉罕就跟他说不是这样子，他们其实已经拥有了摩西跟先知的话语，若是不听从，就算有死人复活了，去到他们当中，他们也不会听从。上帝的话语并不是让人难以遵守，但人若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扭曲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算有再多的神迹，哪怕是死里复活的耶稣，你竟然没有这样的。有一个学者说，阴间是没有上帝的地方。其实，我想这就是耶稣沿路在呼吁的福音。让我们一起不要去到没有耶稣的地方，没有神的地方。希望我们不要跟财主一样的结果，
过去的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现在的基督徒有新旧约的圣经，指出耶稣的救恩，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进去到有神同在的地方，而那里不是地狱，不是你所以为的上面下面，而是里面跟外面。我们从现在祷告，天上帝，我们的心你都知道，但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用你的话语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所走的方向是合乎主你的旨意的。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谦卑跟柔软的心，叫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来做选择。也愿你所爱的教会，你所喜悦的百姓，能够在这个模糊又模棱两可的世界的价值观当中，不是摆荡，不是飘摇的地方，乃是知道路在哪里。愿你的教会，愿你的百姓都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感谢祷告为主的圣名，阿门。我们要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叫做《永恒的问答》。本教会很开心就是我们开始陆陆续续已经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在周间，然后在周日也可以开始来见面那我们从下个礼拜9月12号开始，教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过去疫情之前我们是有2场礼拜，那在
接下来的礼拜的方式，我们会改成3场哦。那第1场、第2场、第3场时间都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我来报告，那就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们留意来听哦。那早上的时间会落差比较大哦。第1场礼拜是9点到10点半，是台语礼拜哦。第1场9点到10点半。那这当中我们会有半个小时要清理环境、消毒的一个作业过程。所以第2场礼拜我们是11点到12点半。第2场礼拜11点到12点半，那一样是台语的礼拜哦。那我们的第3场礼拜哦是下午的2个责任礼拜哦，就是1点半到3点。那这个当中我们都需要预留一些时间来清理环境，然后报名的方式也请弟兄姐妹来留意我们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在规范宗教集会的场所，我们就是采实名制，那我们要用报名登记的方式。那电话呢有2支也欢迎弟兄姐妹打电话进来办公室来报名，是2363-704，然后另外一支电话号码是7711-2371，就可以透过电话来报名，又或者要在 LINE 上面，或者是各种团契的 Google 表单上面来会诊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尽量要让这个报名能够让教会可以掌握到人数这样子我们也才可以避免掉一个过多的人数的聚集，那也会造成，因为我们是住商大也不希望造成住户们的一些忧虑这样子。那我们中间的清场就希望是第1场结束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在时间内就快速的来交换这样子。好，那就请大家来留意这件事情。然后第2件事情是我们有开放中间的聚会就是70个人以下的，包含经班然后中年大学，然后还有各式团契的聚会那就也都是要采实名制的。那教会的电梯出来这边有预备那个量额温跟那个喷酒精的一个器具就请大家也能够确实的把这些事情做好然后让我们的那个我们能够维持政府所提给我们的一个指挥跟作业。好，然后我们中间的非本教会的一个合唱团或共学团我们就不开发。那我们今天下午会有长执会的会议，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那因为在什么这个是教会过去都还没有发生过的经验，那可能确实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几个礼拜甚至1-2个月，我们需要一起跟长子同工跟执事同工一起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修正。那如果有一些新的服事的同工的角色需要大家来委身或者是来投入的话，那就请大家也一定来参与，然后包含我们的语音同工的需要很需要人手帮忙，或者是其他的音乐或者是招待同工这样子。然后资讯组这边要报告就是说9月12号恢复实体礼拜所以原则上我们也分成3场礼拜，那我们的直播会分别在11点跟下午1点半来进行。那确实跟我们在以前在线上参与礼拜的那个时间习惯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就要请弟兄姐妹如果要参与上午的台语礼拜，也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个时间。然后最后一个是古林教会我们的语音同工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录制10秒钟的那个影片它那个录那个影像，那10秒钟，无论是有讲话的、有声音的、没声音的都没有关系那你可以是个人的，然后或者是跟家庭的，或者是跟朋友尽量是动态的那我们语音同工很有毅力他有心就是他想要把这个
古灵教会之歌然后搭配我们的这些影像把它做一个很美的结合，然后供弟兄姐妹来留念来纪念。好，以上报告是要在好，那我们就来唱请安，不对，我们就来唱三一颂。认识人的上帝，你是伟大的，你是值得称赞的，但你也是我们所珍爱、所珍贵的。因为你看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顺着人心来发展，你看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照着自己的意识在今生过生活，你将你美好的旨意放在我们的当中，你将你的话语来保守我们的道路，这是我们何其大的恩典和福分。愿我们在今生珍惜，愿我们在末后的世代被主你来救赎。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相逢，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主再来。阿们。